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新闻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指挥中心表示，12岁到17岁少年囡仔未来会当做 BNT， 会当做莫德纳疫苗。另外民间所买 BNT 上紧伫中秋进程到位。高铁做到期内规划，交通部选择的台铁4城站1个月内会去到当地举办说明会。塔利班即将的阿富汗，不过伫咧东部所发生有人开枪镇压，上坡有3人死亡，当地民众是4食死，倒食倒。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咧新北市，另外有5个带病入境5个人死亡。那讲到第6轮疫苗登记，要做高端疫苗民众，伫咧后礼拜一就会当开始做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高端疫苗是隔28天来做第2档，未来也会甲美国谈判，到时阵疫苗双边认证，也会争取甲高端疫苗列入去认证的范围内面。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四19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个案是本国籍55岁男性，最近无国内外旅游史。8月18陪厝的人就医，因为厝的人爱住院治疗，同一天接受陪病者采检，才发现阳性确诊，而且是无镜头感染，感染源也搁伫调查。另外，原来新增加5例死亡个案，拢有慢性病史。陪病者要采检这部分哈，我们还算蛮坚持哈。一方面也避免医院里面相关的一些交叉的感染，那一方面也可以当做我们社区监视的一个重要的资料。国内第6轮疫苗由国产疫苗高端上场，伫后礼拜1、2、3开始，自至拜四19下晡5点为止，已经有168000外20至35岁民众完成预约，占符合预约资格人数的5%。另一国家进前36岁以上419000外人完成预约，拢总剩较无3万剂会当预约，而且高端让28天就会当做第2剂。高端目前来讲，我们还是维持在它的仿单的日子里，因为并没有新的研究来支持它可以变得更长，所以呢，我们会纯粹照着仿单的时间来做。但是中共未来要甲美国谈判疫苗双边认证，而且美国原来重视高端疫苗，因为这是美国国务院分享科学的结果所产生出来这个疫苗，会争取高端疫苗列作认证范围。累计到目前为止，咱国内新冠疫苗已经有998万外人完成注射，人口注射率是39.46%，这促人口比每100人有42.55剂。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12岁到17岁少年囡仔未来会当做 BNT 疫苗或者是莫德纳疫苗，就要看这疫苗的数量来做安排。另外，也有风声讲，民间所买 BNT 疫苗有机会伫中秋进前送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有可能的，伊也乐观看待。青少年族群除了辉瑞 BNT 疫苗，各开一款新冠疫苗应注。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已经收到食药署公文同意莫德纳疫苗应增加12岁到17岁来做。国内专家表示，虽然青少年染疫了后，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不过真可能将病毒带回去厝，造成家户感染，也影响学习，也是有做疫苗的必要。因为学生得到感染以后会传给家人，家人又可能会传给其他学校的同学，所以会变成一个社区的传染链。不过专家也提醒，不管是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这种 mRNA 疫苗，对20岁到30岁少年人较会引起心肌炎这副作用，是不是也对青少年族群有同款情形？医院爱观察。心肌炎的这个顾虑还是在的，它在上市以后可能还是要再继续追踪，说12到17岁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比例产生心肌炎？听讲英联基金会买辉瑞 BNT 疫苗，按算中秋节进前来台湾数量是100多万剂。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伊袂当讲，不过无好真情形是乐观的。明知道我不能讲嘛那就是说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不否认了那情形是乐观的那确定我会跟大家报告。青少年族群要做辉瑞也是莫德纳，会看疫苗到会情形，甲专家会议讨论了后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电大楼目前有3位员工确诊，其中1位染病员工，伊厝内面的囡仔也去互喂着病，而且这个囡仔最近有去幼稚园，这幼稚园所接触过这个老师囡仔拢确诊，另外幼稚园也爱停课3天。讲到新北市染病的家族甲华联旅游团，其中有1个人是伫咧台北市的北投上班，这个北投的工课场所到今也有3个人确诊了。台检站进驻台电大楼，增加台检的量能。台电大楼小连续有3个人确诊，到19中昼进前已经完成800个人的采检，而且规栋大楼做消毒分流上班。现在其中1个确诊的员工，伊伫咧读幼稚园的囡仔嘛小连续确诊。台北市卫生局紧急考虑11个囡仔，还有2个老师，全学校是停课3天。停课的时间是在8月19号到21号会停课，那会安排在8月23号，也就是礼拜一就来恢复上课。那至于这个确诊小朋友的班级呢，是停课14天。好，那停课的时间是8月19号到9月1号。除了台电大楼以外，北投嘛出现工课场的群组感染，是顶一日新北一个家族去花莲佚佗的其中1个人，伊为何共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因为台北市10楼接到新北通报了后，就随做工课场的疫调，目前扩大考虑112个人，佫找到1个确诊者。那这位阳性的，也就是这个职场的第3例确诊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53位采检结果都是阴性的。台北市嘛公布确诊者的行踪，有一个捷运602号公车，嘛有去过社主国小、文山区的糖包店、南港公园、甲玉成公园。也那新北市19是新增加1个本土病例，住伫咧新庄，为因兜的人去病院的时阵确诊的。他们家人都是阴性，只有他这个个案是阳性。那因为这个个案是在职场上，那有一些足迹，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公布。那这个个案在整个感染源，目前我们还是在疫调当中。新北市嘛公布确诊者的行踪，为13至17，确诊者捌去过新庄的五金大卖场、金山甲三峡的公有市场、沙田堡的便利商店、甲新庄的大埔百货公司。最近工课场的群组感染有增加。呼吁工作环境都要加强清洁甲消毒。虽然即马境界有降级，不过要是要启动分所在办公，或者是远距离办公，落实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股票东江冲销的税金，目前是降到1/1000，到今施行是第5年啊。本来是到年底就要结束，不过政府考虑到这效果真好，行政院伫今仔日宣布，要搁再延长3年到2024年年底。不过今仔日台股受到美国影响，达450点，是这3个月以来上界歹纪录。台股当日冲销降税，2017年1月初一正式实施，头一年的成交量就有明显成长。财政部表示，降税头一年当日冲销每一天平均的成交量差不多是365亿，今年7月已经冲到3008亿。另外，降税头一年当日冲销每一天的税收平均册是5600万，今年7月份已经成长到4亿5100万。所以行政院19宣布，当日冲销降税搁延长，正交税1/1000，延长到113年12月31日。本次修法将现股当冲降税措施继续延长3年，将有助台股持续活络。虽然当日冲销降税继续延长，不过受到利空的影响，甲美国收乌的拖累，台股开价走价，中场大落450点，创下最近3个月的新低，收伫咧16375点。不过成交量也是有4312亿。监管分析师认为讲，台股当日冲销降税，会当救援大家信心，对成交量有帮助。不过台股的起落主要也是受到美国的牵连，受到外资的影响是真大。这种短线的一个操作，这个是难免都会有的，也有它的优点哈，就是说让市场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变得比较大，那股票的一个流通性也会比较高。财经学者认为讲，支持台股降税的理由已经无存在，所税优惠无应该实行甲唔知收煞，这对台股体质的影响是真大。大盘有时候就是5成以上，有些个股你会看到8成、9成是属于当冲的资金，那就会让整个资本市场暴露在系统性的风险下。为什么短期当天的买卖有租税优惠，我长期持有呢，反而要交完整的税负？鼓励短线炒作，打击就是长期投资。市场派甲金管会认为讲，台股是真脆弱、真敏感，便来取消当日冲销降税，恐惊计销甲量拢会落。不过学者形容当日冲销降税，就亲像兴奋剂同款，确实是会当刺激台股的量能。
不过台股的交易，若是敢若纯当日投机操作，嘛可能会致使台股失去平衡，有好嘛有歹。调节股市稳定的政策工具，应该要谨慎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这个高铁要通到宜兰的规划。目前交通部表示，台铁4城站会较适合，原因是工程的困难度会较低。交通部也讲，这一个月以来会去到宜兰举办说明会，和当地来沟通。徛伫田中央的台铁4城火车站，四周围拢是农地，中昼的时间站内一个旅客都无，敢若慢车停靠的4城站，因为旅客真少，是台铁无人站之一。进出车站拢用电子票证，听到这个小站可能变做高铁宜兰站的新地址，四周围的店头拢讲，若做会当带来人潮，当然有期待。当然会多很多层啊，因为客人一定很多啊，因为台北那边的人过来这边非常的多了。最近几个月都有人在问，说附近有没有房子，像看到的这些空房啊，或者附近的，基本上都有在问说这间是谁的，可能有想要买还是怎样。也有在地人讲，高铁开到4城站，离闹热的宜兰市也真远，到时阵接驳是一个问题。随上交通部铁道局过去委员所做的评估方案，是建议以宜兰站优先，即马线大长弯，理由就是比起宜兰站要用经费1764亿，高铁由南港延伸到4城只需要1650亿。4城因为较郊区，初步估计原来站区起甲拆的成本，敢若宜兰站的一半，佮加上高铁设站了后，初步估计逐工差不多有4万的旅客进出。若做4城站拓宽道路较简单，袂冲击四周围的交通。讨论的过程当中，比较prefer哪个案子，还没有看到定案。我知道程序在进行。交通部证实，内部评估认为4城站上适合，毋过还未定案。交通部处长吴湘林再去应民代表要求，前往4城站现场去考察，答应1个月内会召开说明会，甲宜兰在地沟通。铁道局是发布声明，目前是高铁延伸宜兰综合规划的基本阶段，站址确定了后，才会继续进行环境评估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有一台工程车对山架连落来，造成台铁道路居住江户49人死亡意外。法院地检署进前有起诉包商李继祥等人，今仔日搁再针对着台铁主管委外公司的经理，依照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嫌，甲因起诉。罹难者家属所委托的律师表示，肯定检方的做法，台铁也讲尊重司法，也会配合调查。台铁铁路局后事故，4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花莲地检署第一摆定件已经起诉包商李继祥、余江华本虎、监察人员李进虎、张济福财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19对家起诉台铁花莲工务段委外公司姓郭专案经理，其中姓潘主办工程师是涉犯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罪嫌，也正做这个事故第一位被告的台铁员工。2位都是2级品管单位。对于本案工程的工地安全卫生事项，包括工区进出的管制，以及职业安全卫生事项，都负有监督以及稽查的责任。检方指出，2人无善尽诈欺，姓潘主办工程师是伫今年1月23，知影另外一部火车经过肇事的路段，因为道路缺失，车顶卡伫边坎，就知影大型的车几乎可能就安尼并落去铁轨路。不过伊不止无要求建筑公司铺点甲改善路面、修改道路安全设计，而且明知工程进度落后，煞写无实在施工进度。罹难家属委任律师陈明秀表示，家属肯定检方起诉，现代铁脆皮讲家己是受害者的讲法。起诉台铁人员，那也彻底打脸了这些相关部门。他相关报告里面是没有确实设置足以防止物品掉落到铁轨的安全措施。那这个其实是他们在过程里面就有发现了。陈明秀强调，检方对家起诉说明台铁不只有民事责任，也有刑事责任。各点名台铁花莲工务段施工室的姓邢主任、工务段姓地段长甲姓林副段长等人，要监督缉捕，呼吁检方继续追查责任。台铁态度低调，表示尊重司法，专业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塔利班目前即占阿富汗的政权，塔利班的高层向媒体表示，新政府未实行民主制度，可能会用执政委员会的形式，由最高领导人来掌权。不过，伫咧阿富汗东部18岁发生闹会冲突，塔利班向人民开枪镇压，上报有3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摕到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前几天才召开国际记者会，讲会和平而且尊重女权。不过，指挥官哈希米19是邓行坎甲路透社记者讲，阿富汗百面未是民主国家，新政府可能会采用执政委员会形式，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艾昆萨达全权领导，而且女性的权利，亲像是工作权甲受教权，还有穿衫的规定等等，拢要由执政委员会来决定。The system of the government is clear. That is an Islamic government. Sharia law would be, of course, there would be no democratic system at all because it doesn't have any base in our country. 塔利班顶一日轻轻松松，亲像倒顶年柑共款，占领东部的大城加拉拉巴德。不过，当地18发生示威抗议，一群民众伫咧路面举阿富汗的国旗抗议示威，去互塔利班的武装分子开枪镇压，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10多个人受伤。总统今年顶一日逃亡出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证实，已经以人道的理由甲伊收容。那副总统沙雷也是坚心抵抗，而且代理总统的职务，硬要甲剩无偌济国土州复掉，也就是伫克布尼东北边的邦吉塔省。伊伫推特讲，伊甲塔利班是势不两立，佮讲伊是合法的代理总统，继续承认塔利班的政权，讲会继续反抗到底。伊嘛呼吁各国都要尊重法治，毋是暴力，嘛毋通向恐怖分子来屈服。伫历史上会臭名万年。The time frame of a rapid collapse that was widely estimated and ranged from weeks to months and even years following our departure. There was nothing that I or anyone else saw that indicated a collapse of this army and this government in 11 days. 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密利承认讲，无人想过美军训练的阿富汗政府军会遮尔啊难，遮紧就崩盘，敢会当赶紧撤离公民，还有符合特殊签证的阿富汗人。美国总统拜登18接受 ABC 新闻的专访的时阵表示，撤离的行动无发生混乱的情形是无可能的，不过会确保所有的美国人拢会当离开阿富汗。所以美军撤军上尾的期限，也就是8月31了后，也是有可能有部分的军队留伫阿富汗协助撤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塔利班即将阿富汗了后，民众也是想要离开，有真侪人冲到机场要坐飞人机去逃生，甚至有妈妈甲婴仔送走，希望官兵甲囡仔带去自由的世界。这段画面伫网络顶头引起众人讨论，也看到人民的无奈甲绝望。伫克布尼机场出现济人阵，想要坐飞人机离开阿富汗。其中有一个负责人，伊甲一个红婴仔捧互悬悬，想要甲红婴仔带过铁网仔的另外一边，希望阿兵哥会当带伊的囡仔行向自由的世界。这个画面伫网络顶流传，大概是看了真唔甘。就伫塔利班占领首都克布尼了后，引起阿富汗济民众要逃难。有顺利坐着飞人机的人，心情虽然会当休喘一下，不过便若想着故乡的情景，是一天一天咧恶化，要是互因真挂心要调伫阿富汗的亲人。Also wie kann ich nicht unserer Familie helfen schon? Dann ist es, was soll ich machen? Wie kann ich nur uns retten? Unsere Familie kann ich nicht retten. 另外一个规家伙做伙逃难的阿富汗籍女导演，伫经过坎坎坷坷的过程，买手先伫乌克兰休咧，伫饭店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讲到伊逃难的情景，天是强要乌一平，而且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A lot of people just came to airport and they just copy catching airplane like hugging airplane just to take them, and they were so hopeless, thousand people, and they just trying to find escape way. 分尸挂工作室白证，一个新闻的女主播翕影片传去网络顶，伊讲伫塔利班掌权了后，就逼伊爱甲头颅撕掉。د ستر غاښونه دې زموږ پر وړاندې که نړیوال زما غږوري مرستندویه بنسټونه زما غږوري د موږ سره دې مرسته وکړي ځکه چې زموږ ژوند تر ستر ګواښ لاندې د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伫这24点钟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个驻当地外交官甲外管相关人员顺利为阿富汗撤离。不过，目前塔利班控制机场的通道，而且设立检查站，所以接落来撤离行动会是真大的挑战。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跟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高雄的桃园山区受到大水雨影响，对外交通拢断去啊。虽然公路总局对拜五开始有分批开放民众往台东的方向疏开，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是搬山过岭，冒险落去山骹。而且讲到这个开学的日期也伫要到咯，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协助老师登去学校，无排除会请空勤总队支援学生去读册。在草埔中手游锁啊，一步一步爬起来。那湖南部落居民透早6点半为受困的厝内出发，绕过3条溪，穿过丁丁山林，10点左右才到少年溪梁桥，由亲友接应落山。他们在外面呢，我就是要去医院了。小孩子车子上，对对对，他们坐直升机出去的。他们坐直升机。要拿我老婆的那个药，因为她那个脚痛风啊，还有那个脚筋好像又发炎，所以我下来拿药。高雄桃园明白克路便桥因为连日土石流无法度畅通，有落山需求居民只好冒险撩溪，行古龙路出来。要为人民找路，这是他的责任，不是用安全的理由完全把南横公路封掉。派大包生活用品居民下晡登去龙桥附近，准备沿原路爬登去。对爸爸斗阵落山，看住院兄哥的谢东岳是受困区内中山国小的学生，离开学无到2礼拜，山顶有48个学生暗过无路，老师是不是应登去学校也唔知影。还不知道会不会延后，还是会正常上课。因为现在没有路，然后老师他们也不能上来。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协助老师等学校，甚至无排除请空勤总队支援受困学生读册。有17名师生受困的桃园国中表示，若变道无法度通，会用视讯教学；若通行路况无好，安排带学校，就排搁请家长接回去。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那我们就安置在我们学校里面。那由学校来供应学生的吃跟住，那就是1到5在我们学校进行上课教学。变道抢修是真困难，也要行落山来回爱7点钟，农民山也运袂出来，学生烦恼无法度上课。虽然明白安全第一，不过因依然希望赶紧有一条落山的路，还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有嫌犯表面上是开牛肉面店，事实上是伫咧店内卖毒品，而且嫌犯佫教一个外国大学生安怎种大麻。警方经过3个月追查，找到4个种大麻的所在，也掠到9个嫌犯。涉来种族的设备集团，桃园一个姓洪的外国籍大学生，就安尼伫校外细处的所在种大麻，结果互在消息的宝山总队掌到。起出特殊大麻品种双彩有活株14株，干燥大麻成品660公克，栽种制造设备及施用器具1批，即使在大麻开花结籽贩售前截获。警方调查，姓洪的外国籍大学生毒品来源是学校附近一间牛肉面店，负责人姓罗的查甫人假造伫开店，实际上是伫卖大麻。警方经过3个月扩大追查，伫宜兰、台中、高雄拢总查到4个大麻种作场，掠到包括着姓罗的主嫌等9个嫌犯，拢总查出52种大麻，也有打起的成品也甲纸。其以牛肉面店为据点，提供市面少见、具有促使造诣以破坏幻想作用的特殊大麻品种酸彩油，给西县学生以多位青少年施用。毒品进入校园，除了毒品包装多元化，真紧得到以外，台湾路德协会认为，青少年活伫压力愈来愈大的社会里，若做学校甲家长无同理心，因的心理状况较会受到共言的影响，会去找食毒这种真刺激的小套管道。如果家里的比较权威式的教学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他就会想要听同学的更多，或是同才的更多，所以他的交友里面，如果他的同才是有，比如说吸毒或是一些爱冒险的人的话，他会被他们吸引过去。我们要去理解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吸走，而不是担心他变坏。
防治校园毒品需要检验强势介入侦办，啊，毋过家庭甲校方方面嘛一定爱关怀。若做青少年无涉入染毒，也无一定讲会食条理，所以外界会当互伊更较侪包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海水温度升悬，伫咧小琉球海域的船鸥拢白化死去，上无有死一半。本地想讲疫情期间无游客去行搭，会当恢复生态。想袂到有畅水业者乱拼船艇，搁乱拼阿摩土角，害到一寡保育区内一寡船鸥去互地死。针对着这款的行为，县政府也要当甲业者处罚。创作民众到小琉球海域当中，这被列为保育示范区的珊瑚海堡所发现几啊个船锚、阿摩土桩倒伫顶悬，已经弄上船鸥去甲将影像铺面切社群。民众伫17发现海域被破坏，各工陆续业者就咧讨论想要找出凶手，最后一间创水业者姓陈头家主动向县府承认。物件是因所藏的原本定位伫山地甲平地做海底漫步使用，所以因为水流无稳，或者物件流去保育海域。投放当天那个西南气流过强，有没有？然后让这些水泥桩、人工礁石漂移，然后去破坏到珊瑚啊。那确实有一些珊瑚有造成损坏啊。那这一点我们也感到很抱歉，请他立即清除了哈。那我们也会依程序呢，按照渔业法的规定呢。查一处3万以上4万以下的一个罚款。县府表示，这间业者为别流当台湾投资，为打造海底漫步，藏这物件19早起就派人刷走。不过因为事先无申请，也是按依照渔业法来处罚。另外，船鸥的部分也会请专家评估去求偿。业者表示会负起全部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Delta变种病毒害美国的疫情当咧滚价，17天上报就有上千人死亡。美国政府按算对9月开始要甲民众注第3档疫苗，而且要求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阵拢爱挂嘴安。另外，伫咧以色列就研究发现讲，60岁以上搁再注第3档的 BNT 疫苗，伊的保护力会当增加到86%。美国17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差不多是每小时42个人无命。伫Delta变种病毒威得真紧，已经同齐落令的疫苗令甲催旺令，一定会来甲加强执行。坐无人机、坐火车拢爱甲催旺甲挂好势，日子会延长。美国运输交通管理局伫17表示讲，原本伫9月13到期的催旺令，就要延长到明年的正月18。也若新学期开始发生的德州、佛州州长禁止学校对学生强制催旺令，也若无就会扣教师的薪水。总统拜登表示讲，联邦政府会来出这条钱。If you aren't going to fight COVID-19, at least get out of the way of everyone else who's trying. 美国政府计划伫9月20开始，全面来提供加强剂的注射，适用注过辉瑞 BNT、莫德纳的人，甲第2剂就要让8个月。上开始主要是要提供医护人员、中照机构的居民甲长者，主要嘛是因为发现讲疫苗的保护力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弱去。But we know that even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s become less effective over time.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is pattern of decline we are seeing will continue in the months ahead, which could lead to reduced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因为疫苗的效力会对时间来减弱，以色列伫18。引用一个大规模的初步研究，正受到注心。资料显示讲，60岁以上的民众，若是注第3剂辉瑞 BNT 疫苗，伊保护力有86%。以色列为着要防止Delta，伫顶个月针对50岁以上的族群甲医疗人员开始来注第3剂的辉瑞 BNT。高中防治局嘛伫18来声援非营利组织的疫苗推动计划，鼓励大家都要紧来注疫苗，表示讲注疫苗是一种爱的表现。就算讲有真侪国家尽量咧推塞广告这注疫苗的好处，不是个阴谋论甲无信任嘛是真悬，会来诚做阻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马来西亚首相无优丁因为疫情失控来落台，不过啥人会来接这个位置？在中的安华加副首相沙比里拢有机会来拼大位，不过这个局势恐惊是要继续观察。要做首相的马哈迪，伫2018年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带希望联盟拍倒执政61年的武统，佮转去做首相，随后佮伫2020年无大会政变当中落台，由武统重返执政。穆尤丁正做首相，按过无到1年半时间，新冠病毒疫情重创马来西亚，穆尤丁内阁也伫进前宣布辞职落台。
被看作是马哈迪接班人，后来搁伫个政治斗争加成建设台议会当中2摆入阁的安华，复出政坛了后，马上正做在亚细力的强子，也是这摆首相接班人的大热门之一。马来西亚国防苏丹阿卜杜拉17伫个王宫见各大政党领导人，呼吁因合作，早日互马来西亚政局恢复正常。Tetapi bentuk politik harus berubah. Maknanya yang menang itulah yang janganlah jadi seperti pernah berlaku, menekan yang kalah, maka harus ada satu menggarap kekuatan. 不过，当地媒体估算，在选国会所有反对势力集中选票，安华甘乃因摕到105席议员支持，离过半砍山的111席，也佫差几票。目前暂时领先地位是慕尤丁提拔的副首相沙比里，媒体有估有114票实力是相当慕尤丁当初赢到首相大会的票数。不过沙比里败花色彩明显，甲国王所呼吁各政党建造和解共赢的理念有差距，政治板块是不是会向对安华有利的方向转移，爱国观察。公司新闻徐家人评论。有一个外国19岁的查甫学生，伊驶着轻型的运动飞机要环游世界，而且打算伫咧3个月内要去到52个国家，咱做伙来看卖。炸所有需要的用品坐入去驾驶舱，这个有英国甲比利时相定国籍的19岁查某囡仔，伊就要来驶这台超轻型的运动飞行机来去射全世界。18，伊对家乡比利时库特来出发，开始这段旅程。It's a dream I've had my entire life to fly in a plane around the world. It's just this crazy idea. I always though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But then I decided, if I don't tell anyone about it, th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So I told my parents, and straight away they were like, yes, let's do this. I'm very, very proud that she wants to try and attract more young women and girls into STEM and aviation. 5% of pilots in the world are women. 莎拉伊驶这台鲨鱼超轻型飞行机，敢若有325公斤重。伊按算讲要开3个月时间，单独来飞全世界5大洲，驶过52个国家，每一段单独飞行的航程，这个时间是掠伫个5至6点钟。伊嘛有去甲过去全世界纪录的保持人来甲请教，会当互伊来规划讲要安怎来化解咧飞时阵的孤单。So whilst I'm flying, I can listen to music. Sadly, I can't watch movies, but I've got music lined up, I've got podcasts lined up, so hopefully that should keep me busy whilst I'm up in the air for 5-6 hours at a time. 伫个飞期间，就要保持较无闲咧，这就是伊上介好的朋友。莎拉佫表示讲，完成这段梦想了后，伊要去大学来读电脑科学甲电机工程，来完成伊人生的后一个目标，会当来成做一个真正的太空人。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讲日本的自民党要甲台湾的民进党上紧伫这个月进行安保对话，两国的执政党会针对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目前双方拢会打算派出有代表性的头人来会谈。外交部表示欢喜看到政党的国际交流。日本时报报道指出，日本自民党甲台湾民进党上紧会伫这个月针对安全问题会谈，互人当作是两国执政党中间的2+2安全对话，一定以线顶的方式举行。报道也指出，除了安全问题以外，双方要搁讨论促进台日交流的方法。乐见我国的国会议员与全球理念相近国家的国会议员，还有他们的主要的政党来深化互动跟往来。他们要举行特定的议题本身呢，我们不会有进一步的评论。虽然外交部无评论，不过报道指出，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也甲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众议员戴统拓拢会参加。佐藤正久也伫 Twitter 顶悬证实这个消息，会伫1个月来举行会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自民党参議院議員日野隊長こと佐藤正久です。佐藤正久捌伫日本驻华队服役，是自民党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调集人，也是负责拟定自民党内对台政策的建议，立场友台。
当初原来是伊透过党内听书，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赶紧提供台湾 AZ 疫苗。虽然名单甲时间还未确定，不过民进党立委有希望参加。王定宇就表示，这对双方影响真大。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话，代表日本外交政策以及区域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而这个调整是相当长远，那对台湾来讲是正向的消息，也是影响深远的好消息。民进党是回应，一直正积极甲各国的主要政党中间的交流，也无因为疫情来中断。对甲日本的安保对话，内做有进一步确认的资讯，会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评议会顶个月通过要悼念7月7日野岛渡警察了后自杀身亡的人士梁建辉，选去互香港政府甲因批评。虽然学生会落尾有撤回提案，不过香港警察10八也把4个学生抓起来，认为因是伫咧宣扬恐怖主义，违反国安法。今仔日台湾学生联合会和学者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来解声援。香港警方10八以违反国安法第27条逮捕4位香港大学的学生，包括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港大评议会主席、文学院学生会代表，也有李国宪同前学生会代表。因为港大评议会伫咧顶个月通过悼念梁建辉议案，去互港府认定是宣扬恐怖主义，已经透明查扣。19即天有3位互法院提审，也若长期义务提供司法协助的612基金，也伫咧学生去互掠走的即天宣布解散。各位，这是香港的100年浩劫，习近平正在香港搞革命，已经杀红眼了啦。而香港那些港奸刽子手为求北京大人的青睐，为求取个人荣华富贵，超标完成屠杀香港人的任务。现在的香港不但悼念烈士的自由被禁止，连心存感激的人想要发声也会被禁言。香港大学学生评议会伫咧7一屠杀警察案了后开议，通过悼念梁建辉议案，去互港府大力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随后撤回议案，认错、回失礼、佮辞职。不过，港警伫咧7月16要是日后来搜查。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香港的人权甲自由已经完全乌有去。我们能够有的是希望守护好台湾这一片土地。跟台湾人融入在一起，捍卫台湾，抵抗中国的威胁跟霸凌。桑普表示，台湾除了爱赶紧整订港澳条例的香港人权甲民主条款，也爱修订港澳条例第31条，讲一个时阵也爱防止真中资、假港资来侵扰台湾。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的网络小编，伫咧去年8月雄雄死伫厝内。监察院调查了后，认为讲伊长期以来拢伫咧加班，落尾是因为过劳才会死亡的。所以对新北市金山区公所提出纠正，要求新北市政府就要处罚相关人员。谢谢。哎，请爸爸。伫监察院的记者会，大家回应老爸坐伫边仔点啊听。新北市金山区公所一个评估人员陈家辉，去年8月伫咧厝内雄雄死亡。监察院调查，伊为106年11月份开始，以秘书室科员职务代理人的名义聘用，到109年8月份为止，4届调动5届换职务，长期超时做工课，无啥权利，不过责任是真重，未受因公过劳死亡。所以监察院纠正新北市金山区公所，嘛要求新北市政府移除相关失职的人员。虽然后面的这个廖区长到任后有发现到这个问题，那也去做了面谈关怀，但是都是口头上的去关怀而已，并没有把它依据这个所谓职业安全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去列管管控他的超时工作、加班的问题、过劳的问题哦。监察委员指出，陈家辉负责经营人民册编辑，佮兼做新闻的联络人，而且因为金山区公所前后2任的区长，并无做好职业安全防护的义务，互伊超时做工课，而且薪水敢若伫咧2万7至3万4。针对监察院的纠正，现任的金山区长廖武辉表示，会搁做检讨佮改善。
因为我们在配合调查的过程期间，大概就已经知道委员他们在注意的重点，那时候就已经包括说业务分工嘛、工时管理甚至到员工关怀这些都有已经进行调整改善了。那到时候我们会再看那个报告更细部的内容再一次的去做一次检视和检讨。金山区公所的编辑过劳死亡的案件，嘛引起大家咧讨论讲，政府骹手的运用虽然是真多元，不过也受无共薪水待遇，也有工时规范的问题。而且公务单位的约聘人员是属于广义公务人员的身份，下用的法令有请领加班费时数的限制，煞无规范加班的上限。监察委员认为安尼无合理，呼吁相关的机关都要守法来保障，避免这款危险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美丽华开发公司的工会到单罢工已经超过3个月啊！劳工这期企业分割的目的是为着要解散工会，不过资方也解释讲是为着要改善公司了钱的情形。另外，针对着工会指控资方拢无参加劳资协商会议，资方表示讲是因为过去有几落摆工会临时加调价的状况。杂草发甲规沙坪，连沙溪拢发草，因为收久无营业，真侪白领士拢伫遮食糖。美丽华沙球场因为企业分割，也阁有解雇员工等争议，到19即日，工会罢工已经101天。美丽华资方分割只是为了瓦解工会、解雇劳工。纾困的加持再次的证实了这件事情。如果员工人数剩下22人，其余人都转到子公司，体育署为什么7月27号还可以核准他送申请的88人案件？美丽华开发公司解说，合并子公司申请真侪企业拢有咧做，因是有按照规定。美丽华沙球场要30天以来拢是了钱，分割是为了重新布局，可以把饼做大，希望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带给员工更大的福利。因为我们某些部门因为长期都没有客人，没办法再继续养下去，所以我们把整个部门裁撤掉。这几位同仁，我们就资遣他，保障大多数同仁的工作权。我们只好做小部分的牺牲。工会指控16个劳资协商会议，资方无出席。劳动局嘛讲，希望资方爱派有决策能力的高层出面协商。高度共识的协商会议记录，在最后签约阶段，资方竟然可以全盘推翻，甚至爽约放鸟协商会议，是否构成不诚信协商？我们都讲好了，要签协议书了。可是中间他们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个让我们的代表没办法出现，因为我们的授权也只到那里。孙世雄表示，工会罢工救出线，甲门口拢冻掉的，物资车、工程车拢无法度入来，以后可能要开1个月时间才有法度整理完成。眼前的僵局敢有法度化解？美丽华方面是表示，公司会参加刷落来的劳资对话。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新北报道。摕到奥运金牌的羽毛球选手李勇甲王泽林解除隔离了后，今仔日做伙参加台湾运动彩券的活动，希望民众会当继续关心体育比赛。另外，摕到跆拳道铜牌的卢嘉玲今仔日出席全运会服装发表会，伊表示讲会继续准备全运会比赛。但讲到体操王子李智凯是伫咧体操摕到金牌，今仔日也登到伊故乡宜兰，县政府也提出100万的奖金，要来给鼓励。我其实是想要捶地板，就是觉得很激动，然后想要捶地板，然后他可能就是想要拉筋一下。我想要仰天长啸。伫台顶用趣味的方式解说比赛结束的时阵，一个拍涂骹，一个倒探笑，人讲是肾肺组合的原因，互大家是笑甲。当届奥运羽球男子双打的金牌李勇甲王泽林，返来台湾了后，头一个公开的行程，做伙参加台湾运动彩券的活动。即马受到侪民众的欢迎，因笑讲也无啥会关系。不过伫现场也是呼吁大家都要尽量关心体育比赛。黄金计划这个部分，让我们就是有比较有机会被看到的选手有这样可以弹性的选择吧，这对我们体育发展应该是非常大的一步。谢谢大家这么关注体育啊，然后可以把大家爱心，然后运用到我们运动员身上，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后可以多关注更多种体育的赛事。这个双人的组合按算10月会搁参加比赛。王泽林讲袂因为摕到金牌就骄傲，会保持挑战者的心态，迎接每一场比赛。2，一起踢腿。哎呦！
这个动作是真有屈势。参加奥运跆拳道的铜牌罗嘉玲，穿2021全运会服装，伫台顶完成伊做马道的梦想。头一摆体验，伊讲有淡薄仔紧张，不过接落来会继续拼全运会。上一届很遗憾，就是没有办法为新北市拿下金牌，所以这次的话，在新北市自己的家乡举办，非常希望可以为新北市增加金牌这样。同款要拼全运会，还佫有摕到当家奥运男子鞍马金牌。台湾的体操选手李智凯，该度假日了后，返去故乡，接受宜兰县府另外发的100万的奖金。这面奖牌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是受到大家的照顾、跟关注还有支持跟陪伴，才把这面奖牌拼凑出来的。甲摕到奖牌的公营献予大家，嘛感谢大家的支持。李智凯是真谦虚，伊嘛讲伫奥运比赛进前，因老爸中风，互伊是真烦恼。买手因老爸病情有较差了后，伊就专心训练。伊嘛讲，伫当届奥运的表现已经有尽力，而且无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成功大学的学生有一只家己做，而且是全台湾头一只的人工唱水艇，按算伫8月底要进行测试，也希望明年会当去到英国参加唱水艇的比赛，有机会争做是亚洲的头一队。在水中会更舒服。拍伫家己做的人力唱水船，卡落踏板，上伫水内感觉，成大学生去年9月投入这项计划，要打造国内第一只家己做的人力唱水船。目前已经特别完工，按算8月底落水测试，有机会争做2022年欧洲国家唱水船比赛第一期参赛亚洲队伍。每天进出这样子的戏馆，然后看到就是戏馆的1楼有摆一艘那个就是66级学长做的一艘快艇，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大学生今天学了这么多的知识，那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把它实现的话，那这样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学生组装团队伫老师甲业界协助之下，为设计、制作、操作唱水船拢家己来。会由驾驶穿唱水衫，靠上锁管啊，甲人力落的方式带动破力片啊，佮以线团控制叶面的方式来航行。他们将来也会在这里下水测试他们的性能。那我们这边稍微窄了一点，只有8公尺宽，他们可能转弯会受限，但是长度跟深度都够。我们深度这边水深有3.5公尺。那最主要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就是现在或者是未来国建国造或者前建国造要的这个人才。学生为课本学着做唱水船的知识，透过实作学习甲业界直接。台湾致力各男各做，赶紧要培养人才，就参加国际竞赛机会，也让世界佮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西门町有一个超过20年历史的日新维修电影院，去年收起来了。戏院最近准备要拆掉，不过戏院内面有艺术家颜水亮的泰鲁壁画，地主长已经先把这壁画搬去这个仓库收起来，不过这要安怎处理，到当时也未决定。台北市文化局也表示讲，因为这是私人的财产，若总有需要，文化局会尽量协助。有封锁线搭防护网，规栋大楼当咧拆。这个伫台北市西门町的日升维修影城，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对打开始的日升戏院，经过换2次，互欣欣精华影城甲维修影城来接手经营，上尾也甲改名做日升维修。不过，伫去年9月，租约已经到期啊，佮要来甲结束营业。地主申请违挪定建，决定要甲改做复合式的商场。也来戏院藏的这幅台湾艺术大师颜水亮的《旭日东升》，这幅泰鲁壁画要安怎来甲处理，引起注心。这是颜水龙一件很重要的作品，拆掉它太可惜了，重新树立起来，那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行不通，可以等适当的场地，户外也可以。这个泰鲁的马赛克，伊的光骨的特性会当来反射日头光的光影。会使讲是国宝级的作品，不过伫真侪年前，影城第一遍换手经营的时阵，这幅壁画险险去互人拆掉去。迄是苏当时台北市立美术馆黄才龙伊咧喷走了后，才有甲保调着。也若这边地主松拥建设，初步决定讲要先甲保存调着。现在就是保留的很好啊，我们就是都把它打包起来嘛，对，然后就是先放在我们的库房，很多方案呢，包含捐赠啊这些，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对还要再思考了。在现阶段，就是因为是私人的财产，我们希望它
安全的拆卸跟做好保存的这个部分，看未来他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适当的展示方式。北市文化局表示讲，虽然一北太鲁壁画是私人的财产，不过嘛是同款会甲提供协助。地主嘛，伫个10八透早，甲这北壁画已经甲迁移完成，暂时甲放喺仓库内底，甲保存调着。未来是毋是会伫个原来的地址搁再出现，也是讲会甲捐出去，这拢还搁在讨论敲测。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全国人口老化比率上界悬的嘉义县，因为疫情关系，社区的实体服务据点拢先暂停。不过，据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拢做过医疗啊，即马也会当互时代安心回来上课啊。对老师的动作跳舞，嘉义县六家乡的时代总算会当搁出来上课，大家心情拢袂歹。因为拢徛关内底会变自在呢。出来上课感觉安那啦？就好，哦，足欢喜的。安怎讲？因为足久无看到这些同学。嘉义县全县有29大实地据点，伫18全面开放。管理单位表示，为着要互时代会当安心回来上课，防疫措施拢爱规划好势。我们其实目前都是采预约制，就是说我们也把人数控制在一定的人数，然后在活动的部分，我们都会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然后全程戴口罩。照顾者也都有打疫苗了，那老人家他也必须要完成疫苗才能够来上课，所以我们在师资据点的部分，我们有提早做准备，目前也都已经完整来做开课。嘉义县政府表示，目前县内50岁以上的实地人口有8000多人。全县29大实地社区据点照顾400多位时代，即马阁开放上课，毋若时代欢喜，家庭照顾的压力嘛会当减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根据大师大研究，讲绿地内面的二地素，通好甲武汉肺炎的病毒压落来，避免病毒拖开，改善细胞生长，才有机会发展做对抗疫情另外一种的新方式。啉青茶总是有可惜的感觉，这个可惜的来源就是二地素。大师大特聘教授陈建庭长期研究多酚二地素群，陆续确认会当强化免疫，当浓度达到每毫升195微克，会当有效压制冠状病毒复制。2020年开始，新冠病毒流行，团队模拟鸟鼠感染到新冠病毒，各将提炼的二地素群予鸟鼠啉。急性的肺损伤，还有肺里面的一些自由基。还有一些白血球的浸润，还有一些死亡的一个基因都可以被抑制下来，也就是说肺可以被的损伤可以改善。透过上新的动物实验，陈建庭指出，二地素群会当改善急性肺损伤，压制病毒传播甲变种，减慢新冠肺炎的病症。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不少相关产品，以50公斤的成年人来讲，每天摄取2至2.5克，有保健预防效果。因为这个儿茶素它会代谢掉，大概在4到5个小时慢慢会代谢掉，所以如果能够一直维持这个高档，大概就是分2次或3次的这个食用。陈建庭讲，目前市面上的二地素产品，大部分拢有国家级的健二号调解免疫力的认证，大家吃应该是无问题。但是是不是适合介入新冠确诊的治疗，尤其是中重症患者，也是要由医师专业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今日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芭比公司甲前线对抗疫情的医护人员变做是翁仔，鼓励少年女性来勇敢追求梦想。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